今年不一年，各位教师、各位家庭来宾，大家午安。平安师午安。希望上天慈悲，各咱留下继续学习。接下来咱再去所讲的这个题目，咱讲到19第二，真理真行标杆作。 上行下效作先后，可确保成对量，定应显智真理修。所以真理为真，我来当真正体会咱修道的真谛。修道修心，办道真心。伫修道的过程，时时刻刻不忘咱家己反观自照。 每一个思想、言行，拢会当真正关照自己所作所为。看到别人，看到同修，拢是一面镜。同修对咱什么款的面相？咱家庭内底，咱的子女、咱的兄弟姊妹，对咱什么款的态度，咱会当真正反照。 这面镜所反射出来，每一个人是对咱不理不睬、冷冰冰，或者是有温暖、有笑容。修道无离开，这个物件，真正看到人牺牲奉献，咱家己有感觉，咱家己做会到。 咱有像别人安尼牺牲奉献，所以前辈这个标杆，咱要咱当树立标杆，互咱的同学继续上行下效。所以绝对袂使因为受考受了困难，咱家己自己无心生不平，心生。 这世间无天理，所以种种咱家己看来当真正时时刻刻遵守了戒律，袂使心中无戒律，违法犯罪，所以袂使考验伊是对经营显智人理修，所以智慧是每一个人本自不足，咱要来当真正。 用智慧来关照自己，用兄弟姊妹行动对咱的反射，咱家己真清楚，看清楚家己。人对咱的指责，对咱的抱怨，对咱的不平，咱是一个真好的镜。如果若无人甲咱指责，无甲咱反射，咱家己自己看袂清楚。所以看到别人对咱的 反照，咱家己更加会当作为咱反省的一个实体。咱有人甲咱反映，咱才会当真正看清楚家己对不对。所以19第二教化菩萨，这个圣人拢甲咱启示，咱本来会当真正伫这个一生生活中，咱在修法的过程。 咱我来加强咱自己对内修的感悟，修行，理解修道办道的过程中，来真正看清楚咱家己应该安怎来改进。所以改进才有进步，无改进袂进步。所以伫道场内底一片清净，咱会当感受到兄弟姊妹修养、合养的程度。 有修，才有迄个结果；无修，无好的文化，显现袂出咱修道的功夫、修道的结果。所以咱老师甲咱讲，修道以慈悲为本，
生活讲究朴素，步步踏实，救度众生体。从今以后，希望多年以身作则，咱所办乃众生之工作。你们该有菩萨之心，但愿你们真正培养成菩萨心，加深大该可为众生的标榜。所以你食清生活上，咱食有食油食上，清有清的油一个上，大该可以众人标榜，众人咱大家人拢安怎，咱家己安怎，做一个比较，做一个检讨，咱在修道绝对无离开日常生活。但咱要安怎会当真正严格要求自己？敢若咱说的20年头讲，伊捌甲参咱美术馆去香港，香港拢是分道较济，偏道一个尔。所以早暗偏流咧，分道拢最直线，然后偏流早时2000块数，暗时晚些箱2000块数。2000块数、1000块数，毋是咧，有的是6、7、8、9、迄毋是咧，迄快摆法，一个1再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再1再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迄个现有的版本，现有的光油应该会使看出咱心有急，也是心平气和啦。所以因现有2000块数，竟然迄老菩萨70岁、70岁照常安尼拜，竟然伊有法度拜2000块数，咱会当体会因的心有真无？请问咱会当体会因的心有真无？真正有真。心无二心，一心无量，迄个心只有拜佛，伊个心应该是，那以咱后感觉是讲心守在咱的灵魂，用三宝拜甲真正欢喜心。伊拜献礼的时阵，嘛是一种真好的修炼，真好的修炼。所以，这种的功夫嘛是以养成咱家己的心，一种的习惯，心念未起心动念，这嘛是一个习惯。咱的心，人安尼讲话，你就要手咧讲；人安尼讲话，你就手咧讲。来表示咱的心无静，无清净心，无法度真正清净心之聆听。咱的心无法度达到个聆听的功夫。我们要养成聆听人的话语，人的言语，讲的是啥物内容？你若心无静，人你讲啥，拢手都要甲人讲，表示讲你根本就无了解人头到尾是伊啥物意思。讲头你就要手尾，表示咱的心伤急，心急，咱未清净。未清净，感受袂出修心养性的功夫。咱我哪会当真正在献礼的时阵，甲言谈的时阵，拢是共款的气氛。迄个气氛由自己内心清净心培养出来，会当培养清净心，咱绝对会当感受修道修心真正的用功。用功是有定的事情，所以。咱说的经理去甲人拜，讲哇，我毋捌安尼拜遐久，咱拜遐久拢摇袂算，迄真正功夫练出来所有嘛是拢一个习惯，所以习惯养成的结果就是不一样，无共款。所以咱有空会使试看卖，逐工免讲逐工2000块数，每天
暗献香、早献香，1000块税，拜拜1000块数，咱的摇一神，逐工拜，拜久你身体健康，心灵清净，一举两得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所以修道有真济，咱会使多方面去运用，哦，尤其早暗献香，其实是一个咱真好的功课，咱会当真正借着早暗献香来历练咱家己办道、修道，甲咱家己日常生活的起居，嘛，敢若亲像一种运动，哦，达到运动的效果，佫会当应节拜佛、尊敬先佛，真好的一个方法。哦，所以习惯爱养成，所以伊能修道来讲，咱主尊讲以主必为本，以主必为本，时常爱当煮好食物件，来请咱同修，轮流来遮，行暗时食煮一个补汤，来大家交流。所以生活讲究朴实，有诶煮一项好食诶物件，无一定爱开偌济钱，所以嘛是真朴素。所以步踏实，救度众生，会当安尼来交流分享道亲甲道亲当中诶感情，嘛造成咱对道大家团结一心诶一个方法。大家有交流，大家心交心，心连心，会当真正感受修道，大家培养道情培养道情，做伙来拜访道亲，莫爱受苦了后煞无道亲好拜访，安尼就真正愈修愈孤单啦应该是道亲愈修愈济，愈度愈济，拜访的对象愈济安尼才是救度众生所用心的程度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希望多你们以身作则，用家己的行为，拜访道亲，交流道亲，安尼一直养成真好的好习惯。虽然所办乃是众生之工作，你们该有菩萨的心，但愿你拢真正对这个家生大，该可作为众生的榜样。这安尼，大家多方面的关照，多方面的印证，多方面的修炼，对咱大家人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第四点，因彼定心是家规安全，莫羡乎隐，莫羡乎微。王师尊为师苦口婆心，各改也各改。你们拢当作耳边风、逆边风耳边风嘛？你们真的以为在没人认识的地方，或者是无人看到的所在，无关系吗？你们每天在家或者在外的言行举止，3天诸课，一千里测，看袂到的，实际上是看袂到的，毋是表示无啦，无形的仙佛看袂到，无形的元天智孝看袂到，但伊却是在这个人世间，是一个佛魔杂居之地，佛魔杂居之地。咱要来当真正肯定，无形绝对比有形的较济。最无形的，咱看袂到，咱感觉无，若感觉无，咱心里比较较容易放肆。所以比较较容易放肆，咱爱改进。咱来感觉讲看袂到的所在，你不如时常来运动献香，培养心中有佛，处处有佛，处处有众生。咱的心存有众生有主，咱拢时时刻刻有戒心恐怖的心，来面对有无相生所谓，咱拢不管看会到看袂到，咱来养成家己真谨慎，
真谨慎，将看袂到的，将可能讲伫运动内底无到进来，家己以感觉练感，练感当做以后排一寡以后当做如果啥拢了听你讲道理共款，渐渐经经如履周焉，如履薄冰，以介是强固的心来面对咱的生活。所以久而久之养成习惯，咱就唔敢放肆。咱若无养成习惯，咱久而久之放肆，咱家己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产生放肆的心。所以我来当培养真坚实的习惯，嘛是靠咱家己自我要求。所以有自我要求才会当改变，无自我要求，咱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咱老师真正是苦口婆心，安尼甲咱教开。所以咱绝对袂使甲当做耳边风，耳边风。所以看袂到的，咱一定要真正很慎重，真慎重。所以绝对唔是看袂到就无的关系啦所以每天咱在家在外，咱的言行举止一定要当作真的三天煮好，已经甲咱来讲，咱一定要相信。各再相信，相信再相信，绝不敢马虎。所以这是咱应该爱进一步的各界人，过来一心一动，提笔相随。这个话语一念就是一点，会送出去，爱谨慎心念，不能够懵懂念头一动，天地一定会帮你传达因顺，传到任何一个人身上，所以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欺骗自己的良心，莫家己所做的无人看，家己当作无人知，无人看了袂当代表无人知，因为心真勇敢。咱入关的时阵，咱是不是时常讲这句话？神人共见，有人看了无？请问有人看了无？有啦。你若当作无人看了安尼代表咱家己自我的观念、自我的看法伤过重，咱无戒心、强固的心去面对修道，家己谨慎的心态。咱若有戒心强固，如履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渐渐经经，安尼咱的心较有约束。你若总无安尼心，你的心无约束，咱要改变咱家己自己的行为、举止行动，有所困难，有所困难。所以学习要有心定。无学习无心定，有学习一定有心定。所以，伫自我要求之下，嘛是一种上好的要求。对自我要求，咱家己自己戒心强固，要求自己，这种的学习，才是真正真修实的、真学。要求咱家己的心，爱调养着一个规矩来要求自己，才是上好的改变自己。对咱家己心，家己愿意去约束，安尼，敢若亲像今仔日来可以过。如果你认为讲我无啥物做过错，就形式的，我就必须要安尼做。安尼无自我要求，无戒心强固，无心人勇敢，安尼好安无？好安无？无声。好安无？好，袂使无啦，一定爱戒心强固，一定爱心人勇敢，绝对是真的，毋是假。所以咱的心，多少年来，咱已经做了这种的动作，绝对毋是形式化，绝对毋是形式化。咱真自然会想要来入关，咱已经培养这个习惯。这个习惯绝对毋是形式而已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绝对毋是形式，咱一定要有这个
这个认知，咱心抱着清净的心、尊敬的心，咱会当亮出了心灵勇敢，表示咱用真诚对天，上天一定收了。咱若戒心恐惧，对天上天收了，咱一定有所承认。你愈做你会愈欢喜，你愈做你会愈感受，绝对袂放肆，绝对袂放肆。所以坚持咱的信念，袂使你妄动。所以这个念头一动，天地一定会帮你传达这个音讯。真言勇敢，你的真情流露出来，上天绝对收了。所以咱流露出来的心，大家人拢会上收的。你敢若传真啊？迄真正的传心啊！传真就是用怎传的？是用心传的。传真心传播，真心传播到每一个兄弟姐妹，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感受，也都会感动。所以，当他碰到你的时候，当人碰到你的时候，他有传播收到了，他会对你微微一笑。你无真心，你无心意勇敢，你用形式化的物件，你无用真心来讲，人对你迄个反射收袂到。所以，咱会当感受这个物件的可贵，咱早袂去自欺欺人，早袂去欺骗自己的良心。咱今仔要来做，既然要做，咱就要要求咱自己真心向天，真心对天。哦，所以咱真心对天，咱所做的，咱甘愿的，咱不是形式的，咱绝对是足欢喜不来。所以看着老菩萨为百岁安尼抱着欢喜的心来活着，咱看了真正很窝心，很温馨又很窝心。哦，所以大家人顾里顾己，一定咱的心一世人愈来愈清净，愈来愈清净，拢无杂念，拢无他求。愈无杂念，愈无他求，咱的清净心就渐渐恢复咱本来的心、至诚的心、古早的心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咱必须要爱时常来领悟体会，来扫除了杂念，去除了咱不该有的祈求的心、贪心、妄想、执着。那些心渐就当来去除了，所以这就是上好的班会所定。咱每一次的每个班、成团班、新主班、种种的班，咱会当时常培养这种的心，咱愈来愈欢喜。所以这个部分老师保不了你们的命，生与死拢在你家己的心念。为何真侪人拖袂过接受？心上存善念，自然有祥和之气，自然有善分相助左右。若心存恶念，执着邪念，你的气就袂祥和。所以起心动念真重要。咱的起心动念，咱来习惯性急的人，起心动念就安尼。就安尼一直要，无安尼念念一个。